6等於現金。人權何在？人權何在？我們是共和國主人，我們是共和國主人，不要住在大監獄，不要住在大監獄，以言入罪，以言入罪。中共可恥，中共可恥，停止軟禁留下，停止軟禁留下，停止軟禁賴美美，停止軟禁賴美美。我們是共和國主人，我們是共和國主人，不要住在大監獄，不要住在大監獄。軟禁政治犯可恥，軟禁政治犯可恥，中共可恥。中共可恥。咁我哋咧今日係第20波嚟到呢度啦，20個禮拜，當然好長嘅日子。有好多人話茉莉花革命運動係失敗咗啦。我哋嘅觀點係中國嘅民主運動，中國嘅老百姓素來都係屢敗而屢戰。個原因好簡單，就係中共實際上係太專制，所以我哋不管陰天晴天，不管係氣氛如何，我哋對於因為響應茉莉花革命而被軟禁、拘禁、監禁嘅大陸嘅戰友，仍然係表達崇高嘅敬意。佢哋中間有好多未必好似艾未未咁樣係為人所知，就好似阮文飛先生，佢係由於喺網上發動推介茉莉花運動，竟然間係俾中共以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係拘控。即使係中共控制嘅所謂人民檢察院，亦都認為好似香港咁樣講，香港就俗稱嘅唔夠料，要發還。由此可見，茉莉花運動喺大陸受到嘅鎮壓係幾咁殘酷，幾咁卑污。我哋不得不為阮文飛先生係要做出呼籲。言論無罪，言論無罪，網絡自由萬歲，網絡自由萬歲，立即釋放阮文飛，立即釋放阮文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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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釋放阮文飛。咁我哋咧就喺度讀出我哋第20波嘅聲明。茉莉花中共下台，第20波聲援茉莉花革命，聲援國內茉莉花革命運動已毅然來到第20波。中國現有8多名人士因今年2月響應內地茉莉花革命集會，被中共拘留、監視、恐嚇及軟禁。一名留美中國學生於互聯網上大力推動內地茉莉花革命集會，被中共駐美大使館下令禁止回國，有家歸不得。內地茉莉花運動本是打着為飯碗、為公義、為自由等基本訴求作為旗號，以微笑散步和平集會方式進行。奈何中共對任何群眾運動進行扼殺，大肆打壓異見人士，令白色恐怖的陰霾籠罩整個中國，以防止政權被推翻。中共建政以來，民權殆盡，民不聊生，黨利益
更凌駕於人民頭上。什麼以國家經濟發展、改善人民生活為首要，只不過是冠冕堂皇的藉口。特權階級專政、利益集團橫行、貪腐猖獗，國家只為謀取私利的工具。人民本應享有集會、出版、言論、結社、遊行、示威的自由及權利。在中共一黨專政統治下，內地同胞慘被剝奪政治權利。茉莉花革命運動雖在中共鎮壓後漸趨平息，但內地針對執政者的反抗此起彼伏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新一輪的反抗根基已經種下，只要茉莉花開，中共定必下台。4.5行動社會民主連線2011年7月3日於香港。停止白色恐怖！停止白色恐怖！釋放阮文飛！釋放阮文飛！茉莉花！茉莉花！中共下台！中共下台！以言入罪！以言入罪！中共可耻！中共可耻！釋放劉曉波！釋放劉曉波！釋放譚作人！釋放譚作人！釋放阮文飛！釋放阮文飛！釋放郭全！釋放郭全！停止軟禁劉霞！停止軟禁劉霞！停止軟禁艾未未！停止軟禁艾未未！我們是共和國主人！我們是共和國主人！不要住在大監獄！不要住在大監獄！軟禁異見分子可恥！軟禁異見分子可恥！中共可恥！中共可恥！打倒中共法西斯！打倒中共法西斯！全國實行真普選！全國實行真普選！結束一黨專政！結束一黨專政！權力歸於人民！權力歸於人民！有冇人想講嘢？好啦，好。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！所有人士因為警方發出嘅警告，基於在場所有人士安全，你哋必須停止向中聯辦拋擲物品，知道㗎啦。以免發生危險。釋放高志成！我睇到啊，你哋噴霧燒噴霧嘅。釋放阮文飛！釋放阮文飛！釋放高志成！釋放高志成！我哋離開，等人拉我哋，又要我哋去停止啊！